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各界欢喜看3月2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一度的台湾国际蓝展，将代理市长李梦燕伫各界甲专业国际人士的见证举办启动仪式以后，今日副总统陈建仁嘛亲自到场宣布蓝展正式开播，另外再开始特别开放民众参观。每一档拢吸引超过20万人次参与的台湾国际蓝展，竟是全球蓝花产官学研重要人士组织甲业者的交流平台。今年已经迈入第14届蓝展，上午副总统陈建仁嘛亲临主持开幕典礼，场面相当盛大。3、2、1，请启动！蓝屏荟萃，以蓝会友。2018国际蓝展正式开幕，请各位给我们一个掌声好吗？希望我们今年的展览能够顺顺利利、红红火火，邀请到各国朋友一起为我们兰花产业以兰花作品好好的欣赏，希望能够迈向全球。现在该前台，我国兰花在国际蓝展的期间所接受到的订单，从2005年的8亿元，逐渐增加到2017年的92亿元。成长了10倍之多，2017年的国际蓝展参与的国家也高达到37个，而且，参观的人数高达到25万人。所以我要恭喜台南市政府，你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城市的行销，这个成果是我们台南人的骄傲，也是台湾的骄傲。有台南市的团队真的很好，有你们使得台湾的兰花越来越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开幕过后，各大主题展览区率先开放给贵宾参观，会中都有各种被国际市场接受甲预定的优质兰花，嘛有结合生物科技甲文化创意的周边产品，拢伫蓝春馆当中，嘛互民众大开眼界。下载 APP 之后，对准我们的镜头。你可以看到，对你刚刚专属的颜色就跑到这个画面上来了。那您去点它，它还会动。它会动，对，点它，它会有一些粉粉亮亮的跟您做一个互动。那当这个您专属的颜色，您在现场涂完之后，您可以寄给您的亲朋好友，用这个 email 寄给你们亲朋好友。这个是会场由经发局、工研院甲南台科技大学所共同推出上新的扩增实境，要甲游客互动体验，而且当直接寄出家己所画明信片留下纪念。另外，会场也有用兰花所打造的3D 天云景观，引济人停下脚步翕相。今天我觉得还不错啊，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每一年都在创新。我觉得我们政府好像市政府还蛮用心的，还有兰花协会也很用心，谢谢他们。对3月3号一直到3月12号的台湾国际蓝展，有兴趣的民众千万要把机会亲身到后壁区兰花生物科技园区来体验。但新闻官及郭博义采访过的。中亚拥有世界级的年盐地景，但拍算被设立废弃物掩埋场，引起当地乡亲甲环保团体一直强烈反对。对此，台南社区大厦特别召开记者会，公布当年立委黄伟哲提出应该好好维护良家自然围山议案，借此呼吁已经是市长参选人的伊，不应该忘记当初的承诺。台南社区大学2号召开记者会，公布当年由立委黄伟哲提案，要来维护良家世界自然遗产，连现任的环保署长李应元也参与联署。社区大学环境小组召集人黄焕章质疑，即卖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乃立场改变，变做有条件成立的讲法。嘛质疑另外一位市长参选人陈天辉当时也签署着催生良家地形地质公园。但伫伊即马南关线相关的政见愿景，煞无讲到地质公园，对两个人提出问题。黄伟哲先生，他当早期在立法院的时候，他是提案人，他就提到
这样的世界自然地景，如果拿来当掩埋场，那个损失难以估计。好，那所以表示说，黄伟哲当时的初心、初衷是非常坚定的。那为什么到他选市长的时候，反而变成了条件说呢？陈廷辉女士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有签署环保团体的一些承诺书。那这个承诺书里面包括了要去积极去推动那个整个龙崎的那个地质公园。那可是我们在看他的那个南关县的那个政见里面，我们完全没有看到他对这个有任何的描述。那我们要问陈廷辉女士，你的地质公园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对着这个指控，陈廷辉表示，伊停电园要来设立到两家的地质公园，伫咧立法院问政也停电园，只是伊证件无写较遐详细。未来初选出线了后，证件的白皮书得写甲详细细。黄伟哲团队发言人郭国文表示，黄伟哲对着两家案的立场并无同，伊甲大家方向拢是共款的，只是做法无共款。进前嘛有甲环保团体沟通过，并得到认同。未来也会甲环保团体继续来保持沟通的管道。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对着市长参选人黄伟哲来讲，现在伊正卖力拼初选，所以目前一定未当去报上广告。不过常委议员召开记者会，发出最后一波以坚守台南价值为主的文宣，向市民自我推荐。春三港特别民调拼输赢民进党内市长初选，其中参选人黄伟哲选择伫客家举办记者会，持续推出坚守台南价值的系列文宣。上午最后一波，嘛伫议员创所求金甲郭清华等人的联合见证，共同恳请市民支持有完整学经历、一路行来正派清廉的黄伟哲。坚守台南价值，坚守台南价值，市长支持黄伟哲。最后3天，那尤其实党中央的规定了，今天已经不能置入，今天不能刊登广告，今天也不能够上节目，也不能做一些脸书赞助的活动。我们当然是严守党中央的主张，严守党中央的规定。那也许，但是可以开记者会的，是可以开记者会的。所以我们用记者会的方式，用文宣的方式来做诉求。不是用什么广告置入啦，或者说上节目的方式来做诉求。那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我们当然是严守党中央，特别是我刚刚有提到了，我们做一个呼吁的时候，就希望选民据实以答，包括年纪、包括户籍、包括住址，这个部分我们都希望民众来据实以答。初选无到最后一刻，上拢无把胜选，尤其是全民调的变数侪歹掌握。会当做的就是把到最后，对各种的管道不断卖力宣传。但新闻官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伫一当前，青阳开播面包店伫过年以后，熊停业以后，陆续嘛传出欠员工薪水、欠厂商汇款，已经犹太吸引消费者加入会员等这受害者。上午伫时代力量台南东部社员召开记者会，会中答应替因争取权利，将伤害降到上低。位伫东区中营路才开店无到1档的烘焙公司，原本预定伫放年假过后2月25号营业，但说一直等到3月1号拢无开店，也找无头家。大家才知影已经倒店。对此，多位烘焙公司的员工以及原料厂商甲消费者，上午甲时代力量做伙伫台南市东部召开记者会，发表因的心声。今天其实是找到这个厂商、受害消费者以及劳工的代表。那其实这个找到我们的缘由蛮有趣的，他其实是因为他们说他们私讯了各个台南市民意代表的粉专，然后以及党部，那最后是只有时代力量是有回复他们。那我们想说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说，在他们求助无门的时候，那
针对台南市相关的，不管是劳工局或是消保相关单位，那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往后的这个他们所承诺的这些补救的措施，我们时代力量这边是会去进行监督这样子。包括提供原料的厂商，在去年12月就已经发现公司负责人付不出钱，累计到达已经被欠了40万的费用。因为有真侪消费者被会员的优惠吸引，所以用储值2,000、5,000、甲9,900块的方案来购买卡片。有人到达是各有2万外块也袂用，有人陆续办了8张卡，无法度估计损失了偌济。一直讲，一直收到那个消息，就是他在上海就有那个倒了嘛。我是觉得太快了，不到半年就那个。另外，也有员工出面表示，头家进前就定拖延万户薪水，为一礼拜到10外工拢有，甚至有离职的员工到达1万摕袂到薪水。那离职员工的薪水，他也是死命活命的拖，他就是一直拖，他就是离职员工基本上就是来都是要不到薪水，然后像我们平常的薪水，他也是像支票啊，然后要不然就是拖到后面就给现金这样子。对此，劳工局表示，将会派人尽量了解无事先有过的停业的情形，以确保员工的权益。离店市消保处也已经受理该案，期盼业者赶紧出面解决。单新闻郑雅山、王子豪采访报道。先歇一下，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沿着元宵咸水风炮的重头戏特别登场，都是伫庙前广场嘛摆了侪单位，其中一单相当特别，是由南营科技大学美容造型设计系甲市立美学管理协会共同合作的行动美容，系现场提供民众免费来做面，吸引侪女性朋友前来体验。为着要庆祝元宵节，盐水武庙的广场有侪单位，互民众行看看的。其中一个单位摆了3个躺椅，这是南宁科技大学美容造型设计系甲市立美学管理协会共同来举办的行动美容活动。学生穿着白袍，就亲像是美容师同款，为现场的民众免费来做面。推展有关于行动美容这个部分，当然我们是在服务这一次跟这个盐水风炮所有的这些观光客。那另外一个用意就是说，未来这个行动美容就是要走到偏乡，那借由这个学会来的业师来训练我们的学生，然后接下来当我们的学生来帮这些顾客做服务的时候，业师也可以从旁指导。今天呢是南荣科技大学美容系呢，我们配合盐水风炮元宵节的活动，那我们举办这个就是行动美容的慈善服务活动。那我们这个呢是我们的学生，他们有教育部的 PBL 的先导计划，有一个芳香疗法与现代生活的课程。那再配合业师，就慈立美容的协会的业师帮我们训练。那我们的学生呢，他们可以有能力自己独立的去服务民众。虽然是免费的体验，而且是伫咧户外，不过协会者已经准备了相当专业的美容仪器。学生也运用着因上课所学到的技巧，操作手法已经相当的熟练，吸引不少的民众前往体验，反应也非常热烈。
我们很多民众他们经过烟火的一些弥漫的话呢，他可以来这边做免费的一个体验。刚才很多民众都体验得不错，就想说那下次我要到哪里去做啊？他说好，那没关系，我们南农科现在目前要开发规划一个实习商店，那让我们的学生在职前的一个就业训练，对他们来讲的话是很熟练的。那我们的每个客人呢，对我们的美容系的学生他的专业技术非常的肯定，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南农科大的那个规划实习商店，很快的给我们在地的民众呢，能够很大的一个免费体验。跳脱到这边，拢是伫咧室内空间的观念，行动美容会当随时随地来进行，而且对着这届伫咧盐水武庙的民众来讲，这边的时阵也可以当听到武庙各项表演热烈的声音，确实是相当特别的感受。咱的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中央为了加强罕见疾病照护，委托吉米下中心对去年开始进行为期2档的照护计划。建议配合国际罕见疾病纪念日，上午嘛特别举办微团中心的揭牌。吉比医学中心为了提升医团甲罕见疾病的照护，特别伫民国1802年成立医团咨询中心，并且透过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认证，提供包括医团咨询、检验转诊以及预防追踪等等的服务，并伫3月2号正式挂牌，设置服务办公室，希望做好更较侪分隔南地区的罕见疾病患者。这个罕见疾病跟遗传性疾病大部分都是比较弱势的病人，但是这个国家又花很多的资源在照顾这些病人。那一年匡列的这个罕见疾病的药费大概就100多亿，那所以他们是这个比较弱势，也需要人照顾。那所以呢，都有很多医学中心都有设立遗传咨询中心。那这个包括最主要做遗传学的，还有这个小儿科、妇产科、神经内科，还有这个咨询员，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组织，那就是为了这些比较弱势的这些罕见疾病，那也表现我们国家对这个是相当的重视。那我们从102年就有遗传中心成立，但是一直没有适当的地点。那今天刚好有一个空间，那遗传中心它也拿到国家级的计划，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挂牌的方式，来让这些病人可以得到更充分的照顾。这个医团咨询中心是一个看院区以及看科部的团队，包括有各相关专科的主治医师、甲护理师、也有复健师、检验师、甲社工师等等，以个案为出发点来提供完整的照护。因为其实呢，我们强调全人照护，所以不只是医师，我们还有遗传咨询师。那此外呢，因为有很需要这种心理辅导，所以我们有临床心理师啊、社工师啊。那有些人呢，他需要特殊的一些营养补充，好，那我们就会有营养师。那同时呢，因为这些需要很多的团队的一些合作，好，那我们为了这个罕见疾病呢，特别有罕见疾病的个案管理师。吉比医学中心除了原本的门诊医团咨询服务以外，特别伫第3医疗大楼4楼设置咨询服务办公室，为了医团甲罕见疾病病友以及家庭，都会当透过该中心来得到相关服务。但新闻加上王子豪采访报道。就是手工车手已经超过60档的老师傅林玉泉，伫多年前开始有传承的想法，所以开班授课完全无唱播，将所有技艺拢传给师仔。希望每一位道地功夫拢会当超越伊，更希望车手文化会当发扬光大。台南知名的虎城公菜手庄创办人林玉泉，从事车手行业已经超过1家子。面对电脑机器所做出来粗俗车手，老师傅林玉泉完全袂惊受到任何的冲击，因为伊认为台湾制作的手工艺品已经有袂当取代的地位，而且过去95%用伫宗教的车手，现在也渐渐演变到艺术欣赏甲流行服装顶面，开创无同款的路。为什么不受影响？为什么不受影响？因为我们台湾现在是文明国家，大家对刺绣
都是喜欢台湾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包的工作都是起码半年以上才可以交货，所以完全不受影响啊。因为年轻人喜欢台湾货，不喜欢大陆货，这是差别在哪里？差别，台湾什么都好，包括人也好，工课也好，所以讲做起来活灵活现啦，只是比较呆板啦，那是安尼爱做法啦。现在越好，人家越喜欢买；做不好，人家不喜欢。时代在改变了，以前的饲料都是95%以上都是中介在使用，但是现在不是中介，现在可以做出时装设计、潮服，我们都可以做，还有在时装界都可以发表。第16岁时，就被爸爸送到手中的淋浴泉，会以学西亚式的过程，表示当时师傅拢会唱播，所以伊只好利用时间偷偷研究师傅的作品。但现在成为师傅的伊，不但真鼓励大家来学，而且也完全袂唱播，更希望下生的功夫会当超越伊。绝对不会断层，有阿庄师弟的处就不会断层。因为我现在的学徒有一位在那个实践大学在教，所以我们是觉得很充实，所以处就不会断层，绝对不会的。来学刺绣的学生，为上少年16岁到40外岁拢有，只要有兴趣愿意学，伊拢真欢喜教。尤其现在已经有几位学生已经学了出师，到学校教课，也则是家己开店，投入刺绣行业，更加互伊有信心，这项传统技艺会当长久传承落去。当初也是就是自己供奉神尊嘛，然后刚好在网络上看到我们老师福神光的修庄林玉贤老师，他有在刺绣新传教学，所以就跑来这边学的，然后学着就学出了兴趣。对，因为我本身的职业是在做成衣啦，是的，然后现在就慢慢的蜕变做刺绣。这么精致的刺绣，佮曾经被服装设计师大胆运用伫流行服装顶面，登上纽约时装周发表，伫国际上被更较侪人看到，成为台湾之光。但新闻家乡王子豪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多云天气，温度20度到23度，落雨只有一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3月2号的中嘉台湾电影新闻，咱再会。